周刊同你睇天氣。一道低壓槽今日影響住廣東沿岸，本港係大致多雲，有驟雨同埋雷暴。部分地區雨勢係比較大㗎，市區同埋新界中部錄得超過50毫米嘅雨量。朝早各區嘅最低氣温介乎喺24至26度，而下晝氣温就回升到26至30度，吹和緩嘅東風。隨住低壓槽移入南海，一股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將會逐漸影響廣東沿岸。聽日同埋週末，本港離岸同埋高地風勢都幾大㗎。轉睇下而家嘅氣温啦，係25度，相對濕度係88%。交俾天意先生。預測係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，氣温介乎喺24至28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嘅東風，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吹強風。而端午節仍然會有一兩陣驟雨。轉睇下印度嘅天氣啦，受到季候風提前影響，印度孟買經歷咗1個世紀以嚟雨量最多嘅5月。過去嘅週末更加係出現暴雨，道路同埋地鐵站都出現水浸。今個月累積雨量已經係超過400毫米。印度嘅雨季啦，通常係由6月至到10月，不過今年季候風提早到達。氣象專家話，全球暖化令到印度雨季嘅雨量變化幅度更加大。另外，印度南部克拉拉邦同埋首都新德里啦，亦都係受到暴雨影響，大雨更加係引致新德里機場天幕損毀啊！睇埋其他城市天氣啊！孟買落雨，新德里落雨，卡拉奇大風。廣州驟雨，澳門雷暴；廈門天晴，台北天晴；上海多雲；北京多雲；瀋陽天晴，首爾天晴；大阪、東京落雨；曼谷雷暴；吉隆坡明朗，新加坡雷暴；雅加達多雲。胡志明市雷暴，馬尼拉雷暴，墨爾本驟雨，悉尼明朗，布里斯班驟雨，奧克蘭大風，惠靈頓天晴，溫哥華驟雨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有霧，紐約驟雨，多倫多明朗，芝加哥明朗，羅馬多雲，蘇黎世、巴黎明朗，伯拿克福、倫敦多雲，阿姆斯特丹落雨。天氣講到呢一度，各位晚安。